各位兄弟平安，咱要来团练今仔日咱要唱的诗歌。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个主日，咱要用41首，请来以马内利。咱用这首诗歌，咱的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圣神的降临。好，咱这首来唱第一节、第一节、第三节、甲第四节。好，来，请来，请来，以马内利，救赎以色列前行哩，因受千衰是真相是，也头望心也讲哩。第三节，请来，请来，代笔所示，阮的门为阮大开，透天的路为阮开阔，断绝是心我快乐。第二首，请掀开176首，疼痛的神降临。咱这首诗歌由原唱第一节、第三节、甲第四节。来，疼痛的神。对我的
一首，请大家献开177首，这是重新出海的日子。咱因为这首伊的4节拢共款，伊尾音拢共款，但是伫第5节，咱要结束，咱的音爱提悬，所以咱即摆来唱第1节、第2节、甲第5节。好。395首，至圣天父，愿感谢你。咱唱1节就好。来，至圣天父，愿感谢你，求你引导我的生命。练习到这。
今日是大港节第一主日，邀请敬拜部门50执事读经，希望诗班陈慧玲执事祈祷，主日二吴信觉同学点击。着谨慎，着警醒，因为恁毋知迄个时刻啥物时会到。亲像有一个人要出外，将权交予仆人，分配工作予大家人，搁吩咐守卫守心固守。所以着警醒，才要即家的主人忽然转来，看到恁咧困，因为恁毋知伊啥物时会转来，是黄昏还是半暝，是天要光还是日出的时。我甲恁讲的话，嘛要对众人讲，着警醒。咱下头来祈祷，至尊至大的三一上帝，感谢你疼世间人，感谢你的救恩甲赦免，互阮罪人有盼望。知影以马内利的主时刻甲阮同在。即时，我要点到这大港节第一主日先知的蜡烛，我要备办阮的心。亲像谦卑顺服的马槽，愿圣神带领，互阮认罪悔改，用敬请，用祈祷来仰望主你的拯救，听候主你要过来的日子。主啊，请给阮的心，回转伫主你的面前，互阮有信心，期待救主耶稣的来临。阮相信，主你的真光要照伫所有的黑暗，全地就要充满公义甲平安。感谢稳定的主，听阮同心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着称赞主，咱的上帝，因为伊有看顾、佮救赎伊的子民，伊对伊的仆人代表的家，甲咱兴起一位有大气力的拯救者。咱三甲来吟信诗第41首，信诗第41首，请来，请来，以马内利，请起立。
请大家悠然徛伫，做下头的祈祷。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请来，请来，令阮的心，互阮领受愿望。有时阮伫世间拄着苦难、病痛、折磨，亲像伫黑暗中看无光。总是当你的大光照阮的时，阮就气力来愿望。阮为着你的拯救来感谢你。有时阮互世间迷惑，我靠世界价值观甲权势偏离真理，无我靠你，求你赦免。总是阮是有罪的人，知影好的事，阮无去做；阮无爱歹的事，颠倒去行，求你赦免。请来，请来，以马内利，因公义，伫你万般的上帝，求你的人才和嫉妒、万分、战争、拢煞，万般万国拢敬畏你，以灵义伫你万名的上帝，你不变的疼是阮的愿望，求你的平安喜乐充满阮，欢喜欢喜。主要在临，求主时刻保守，看顾身体欠安，心心软弱，人生倒退兄弟，带领阮通兴旺教会，宣扬福音。这时，我们照主耶稣教示阮祈祷讲：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使阮入去，得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。咱三个来起应，请你掀开信息后面第1107页。启文第60篇，启文第60篇出自哥林多前书13章，咱做伙来起应。我若晓讲人的语言，甚至天使的语言，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。我若有教育信心，通移山倒海；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，也是献身躯互火烧。恁爱是宽容，有恁爱就袂嫉妒，袂做见笑的代志。袂快生气，袂爱不义，恁爱会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愿望，恁爱永远存在。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，咱所捌的有限。毋过，迄个完全的一落来。我做囡仔的时，讲话亲像囡仔。当我已经成人，咱现在亲像照镜咧看，步步无明。我现在只知一部分。安尼是愿望、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，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。
咱做伙来吟圣诗第176首，圣诗第176首，听堂的心降临，请起立。请坐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主生命圣神，求你祝福阮，帮助牧师讲出你所启示的真理，也帮助听到人将信息行伫生活中，照信心的引带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三个来共读圣经，记载伫罗马书第8章第1节到17节，请咱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罗马书第8章第1节，安尼，遐会甲基督耶稣结连的人就无受定罪，因为通过基督耶稣迄个赐活命信心的发展，已经有透放咱脱离罪甲死的法则。因为人的本性软弱，如法做袂到的，上帝有做成。一切家己的囝，出甲人共款会犯罪的本性，宣判人本性的罪，做有罪来处理罪。上帝安尼做，是要互律法正当的要求，会当实现伫咱这个无照本性，是照信心的引带咧生活的人。因为
顺探本性的人意向本性的事，毋过顺探性情的人意向性情的事。意向本性，结果是死；意向性情，会得到活命甲福报。安尼，意向本性是抵敌上帝，因为无顺服上帝律法，其实嘛无法度。顺服本性的人，袂当互上帝欢喜。既然上帝神有踮伫恁内面，恁就毋是属本性，是属信神。人若无基督的神，就无属基督。基督若踮伫恁内面，虽然恁的身躯因为罪死，上帝的神会互恁活，因为恁已经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。上帝的神有互耶稣对死人中国活，这个神若踮伫恁内面。这位互基督对死人中国活的上帝，会通过踮伫恁内面的信心，互恁会死的身躯得到活命。兄弟姊妹安尼看，咱有欠债，不过毋是欠本性的债，趁本性的活。恁若趁本性活，会直到死；恁若靠信心，除要律约的行为，就会活。互上帝是引出来的人，拢是上帝囝儿，因为恁对上帝领受的信心，毋是要互恁搁倒转去做落咧，要生活伫惊吓中。恁领受的信心是要互恁成做上帝囝儿，靠这位信心，咱通大声叫阿爸爸啊！既然信心本身甲咱的神做伙做阵，讲咱是上帝囝儿。既然咱是囝儿，就是过神灵，是上帝过神灵，甲基督平平做过神灵。既然咱甲基督同受苦，是嘛要互咱甲伊同受阴光，愿上帝话帮助咱。因为要请妇女团契用诗班音乐带来咱敬拜，因要让诗歌确实的救恩。
这是啥？提摩斯讲到，题目是意向伫信心的生活。主内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感谢古鲁士班今仔用确实的救恩这首诗来引带咱敬拜上帝。内面讲起基督甲圣神的引带，咱重视来grund地。这也是甲咱今仔日要进入罗马书第8章真相关的这个主题。进入罗马书第8章是新的一个段落，嘛有新的主题，就是圣神。到目前为止，保罗伫头前第1章到第7章，只有提到神3解。第一解1章第4节是间接，伫讲照圣神的神，伫讲起耶稣的神性。第5章第5节第2解出现，有讲到主题。上帝通过赐予咱的圣神，将伊的疼灌入咱的心。这甲咱今日的主题是一致的。到第7章第6节第3解出现，咱服侍上帝，毋是照律法的旧方法，是照圣神的新方式。到今日第8章，拢总要讲起上帝神。21解，然后佫落去9章到16章，会佫提到圣神，不过拢总只有8解。所以咱看去，敢若伫即章出现21解，就知影神圣的灵还是圣灵，是咱今日本章的主题。讲到灵 ，pneuma， 基本上保罗是照旧约圣经内底的观点，譬如以西结36章26节，伊安尼讲：我要赐恁新的心，将新的神放伫恁内面。我要对恁的身躯筑起，亲像石头遐尼定的心，要想使恁亲像肉遐尼软的心。是讲咱读到以赛亚44章第3节。伊安尼讲，我要拼落水，互喙焦的地；我要互焦熟的地有溪水在流。我要将我的神拼互你的后代，要赐福气，互你的子孙。所以，照旧约这个圣神、这个神的这个概念，主要是要表达上帝对世界、对伊的子民所发出的行动，以及临在的款式。伫旧约圣经创世纪、诗篇、以赛亚、以西结，拢讲起这个神是真有创造力、有先知性，会当互人过活起来，会当革新的一种的气力。讲到旧约圣经这种神的理解，保罗用一个新的名词来称呼伊，伊讲神圣的灵，嘛会使翻做圣灵还是圣神。而且讲起神圣的灵，保罗敢已经咧讲咱所理解迄个圣神，就是迄个甲爸甲囝无共款的另外一个位格，另外一个 person。是一个圣神，家己有家己的意志。敢安呢？咱唔知影，无确定。因为这个三一论的神学，爱到初代教父才有真明确发展出来。而且对保罗来讲，神圣的灵主要是指上帝的临在，对已经称义的基督徒，就是咱这个人，有带来甚物款的影响？上帝听怎样对咱展现，以及咱伫基督内面要过新的生活的时阵，迄个气力的源头是为哪来？相时保罗也讲，神圣的灵开始咧主导这个
种种的活动，这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开始。伫遮咱也看见，对第5章，保罗开始讲，迄个上帝会听这个主题，已经真明显走出来。咱知影，咱罗马书一路读到呾，第1章到第4章，主要是咧讲上帝的义，上帝的义，咱要怎样甲上帝和好。第5章开始，一直到今仔日第8章，要结束这个规个论述，主题转到上帝会听，上帝会听。咱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头一段1节到11节。第1节伫遐讲担，咱的台语圣经无翻出来但是原文有担。担这字，保罗大概用的时阵，就是要讲末世迄个新时代要来啊！伊伫遐讲担，遐会甲耶稣基督结连的人无受定罪。伫遮保罗宣告无受定罪的好消息。咱搁读到第3节的时阵，才知影讲。啥人去用定罪？是罪去用定罪，罪去用定罪。定罪这字是足重的话 ，kataklima， 足重的话。伫新约内底，敢若罗马书有用尔。这字比审判搁较重。审判，互咱会惊，但审判还无结果。定罪是已经有结果啊。所以定罪这字等于是加勒太3章10节伫遐讲的咒诅，咒诅，也表示已经要灭亡的意思啊。这个灭亡还是咒诅，其实是为旧约律法书内底来的。不管主要是咧申命记，申命记伫遐讲，无法度遵守上帝律法的人，要受咒诅。保罗伫遐讲，咱已经未奉定罪。未奉定罪是安怎来？2个理由，一个就是搁落去第8章第2节伫遐讲迄个圣神的法则，根据圣神的法则，咱未定罪。第2个理由是搁落去第3节，要讲基督已经替咱赎罪。所以伫遮咧讲，恁已经无奉定罪，是咧讲一时的，还是讲久长的？一时就是讲，直接甲你宣告讲你未奉定罪。若久长的，是讲一种期待，你就要继续活出一种未奉定罪的生活。看起来应该2个拢有。一方面宣告咱有一个新的身份，另外一方面嘛期待咱继续伫信仰生活活出迄种活命。咱来看第2节。迄个赐活命的圣神的法则，已经有透放咱脱离罪甲死的法则。法则这字第7章已经出现过，原文就是律法，但是伫第7章甲第8章的用法内底，较咧讲一种原则，一种原则。所以伫遮讲到2个法则，圣神的法则要互人活命，罪甲死的法则2个是对立的。过去旧时代，迄个代理者是律法，当进入新的时代，圣神已经变做新时代的代理者。上帝赏赐生命的灵，要进入伫咱称义的基督徒的生命内底，带伫内面，互咱有一个新的法则来过新的生活。所以圣神的法则。要带咱过未奉定罪的生活。第3节是非常困难的一节，内底有真侪过去引起即个论争的即个主题第3节遐讲，因为人的本性软弱，律法做袂到的，上帝有做成怎样做？就是。通过耶稣基督，本性这字原文是肉体 ，sarx。伫本章内底一直甲圣神做对比。这个肉体毋是咧讲咱的身体，
是照第7章咧讲的，咧讲咱内底本性内底的弱点，迄个真容易犯罪的迄个真软弱、真低残的迄面。所以肉体毋是敢若讲身体若定，肉体嘛是灵性的代志，是咧讲咱本性内底遐个罪甲软弱的所在。保罗讲，伊找家己的囝，处甲人共款的犯罪的本性。这句话就是过去引起真侪争论的经文。和合本犯罪讲，以罪身的模样，以罪身的模样。两个翻译无同的所在伫倒。咱主那新的翻译本是直接讲耶稣甲咱同款，有迄个犯罪的本性，会犯罪的本性。旧的翻译是讲，伊只有迄个模样若定。安尼讲，敢若亲像要避免咱想象讲啊，耶稣是毋是嘛会犯罪？所以用模样即字。但是，搁落去迄句话，咧讲起上帝安怎对付罪的时阵，就互咱知影真清楚知影，耶稣嘛经历即个会犯罪的过程。下骹搁来讲，宣判人本性的罪做有罪，来处理罪。和合本犯罪讲，正做赎罪罪，正做赎罪罪。不管是对付罪，还是正做赎罪罪，耶稣处人的款式，上主要目的，咱直接看出来啊，是为着要救赎的目的。上帝囝进入罪恶人性的世界，进入罪恶人性的领域。为着要用上帝审判来对付罪，所以和合本接落去讲，伫肉体中间定了罪案，甲罪定罪，甲罪定罪。这真有意思，这通讲是救赎论真要紧的主题。伫迄个罪所主宰、支配人生活迄个领域内底，罪世界内底。基督进入迄个世界，然后对罪这个角色做出决定性的宣判。上帝甲罪定死罪，所以因为安尼，咱无搁定罪。这节真困难，但是咱若会当了解，就会当掌握保罗伫遮要讲的迄个真要紧的道理。所以到第4节，伊接落去安尼做结论。上帝安尼做，是要互律法正当的要求，会当实现伫咱这个无照本性，是照圣神的引带咧生活的人。因为人本性的软弱，律法要求总是做袂到迄个义，圣神所赏赐的气力内底，就会当实现。所以对第5章到第5节到第8节。接续落去，拢是咧解说即个第4节。大圣的第五节伫遐讲，意向伫肉体的人，甲意向伫圣神的人，两个做对比。意向肉体的人，是倚靠家己的资源咧生活；意向伫圣神的人，是倚靠上帝资源咧生活，就是圣神。意向肉体的人，会互自私的欲望支配；意向圣神的人，就会让归属伫上帝通过圣神带入去内面的迄个新的信仰群体内底。咱加入教会，参与伫基督徒的群体生活，就是过一种意向圣神的生活。第6节到第7节接落去讲，意向肉体的人就会死。而且甲上帝做对敌。第8节就讲，顺坦肉体的人，袂当互上帝欢喜。安尼讲了，进入第9节，保罗讲，既然上帝神有踮伫恁内面，恁就毋是属本性，是属圣神。人若无基督的神，就无属基督。
哇！即阵读落去，发现三个神走出来，一个是上帝的神，一个是圣神，搁一个是基督的神。三个交织做伙，其实是同款的。基督的神嘛是神圣的神，嘛是上帝的神。这实际上，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5章，捌安尼表达：头一个亚当做有活命的人，第二个亚当落尾的亚当，要成做享受活命的神。同款的讲法，基督嘛是上帝的神的气力伫伊内面。所以到第9节到第10节这2节做伙看的时阵，伫遐要讲起。基督照着信神，要带伫信徒群体内底。伊安尼讲，既然上帝神有踮伫恁内面，恁就毋是属本性，是属圣神。人若无基督的神，就无属基督。基督若踮伫恁内面，虽然恁的身躯因为罪死，上帝神要互恁活，因为恁已经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咱今仔日开始进入抬杠节，抬杠节就是要准备咱的心，要迎战基督，进入咱的生命，进入咱群体的生命。毋但是迎战基督，嘛是迎战圣神，进入咱的心内。咱看见咱两边做的这个整齐内底，空空的马座，空空的马座就代表准备心。通互基督入来，通互圣神入来。而且保罗讲，若无基督的神伫恁内面，恁就无属基督。这是真强的话。最后一节11节，伫遐强调，通过圣神，恁拢通得到新的活命。伊安尼讲，上帝神有互耶稣对世人中过活，这个神若踮伫恁内面。迄个互基督对世人中过活的上帝，也通过踮伫恁内面的圣神，互恁为死的身躯得到活命。照讲，咱的身躯是应该爱死，但是因为基督已经过活，迄个互基督过活的神，若住伫咱内面，咱的身躯嘛要得到活命。这个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。有一段真水，甲咱也真熟的话。保罗伫遐讲，虽然咱外在的人渐渐在衰败，咱内在的人日日在换新，日日在换新。这甲咱今仔日要讲的主题是一致的。咱来进入第2段12节到17节，而且保罗开始讲起另外一个新的主题。咱要成做上帝囝，甲继承人。12节伫大圣先讲起罗马社会内底，大家拢真熟悉的概念，就是欠人的恩情，欠人的债。保罗伫遐讲，咱有欠债，不过呢，毋是欠本性的债，趁本性的活。伫旧的时代，咱可能欠本性的债，要照本性来活。但伫新时代，咱无搁欠本性的债啊，咱就爱为着上帝来活。欠债即个债是义务的意思，义务的意思。保罗提醒读者，毋通搁欠肉体的债，毋通搁趁肉体的债来生活，体贴罪性的生活，就甲上帝隔离，会抵到死。所以进入13节，伊伫遐讲，恁着靠圣神除灭肉欲的行为。除灭原文就是治好死，治好死。你着靠圣神，互你遐过去肉欲的行为，甲治好死。安尼通过新的生活。进入第14节，保罗开始讲起新的主题。互上帝神引出的人，拢是上帝的囝儿。你若愿意互上帝神甲你引出，
你愿意跟着上帝神来生活，你就要成做上帝的囝儿。因带这字真要紧，是咧指上帝已经做，嘛继续咧做，迄个伫咱生活中间上帝的工作是继续性的，继续性的。读到这，咱会想起讲，真侪咱以往当作理所当然的观念，原来是一个真要紧的过程。咱拢知影，咱拢叫上帝天父，咱嘛定定讲，咱就是上帝的囝儿。但是这毋是理所当然的啊！这是经过这个过程，咱才成做上帝的囝儿，咱才通叫伊天父。保罗直接要甲咱足清楚要甲咱表达这个真要紧的。伫遮第15节到15节到17节，保罗伫遐讲圣神要赏赐咱一个新的身份。伊用罗马社会内底大家拢真熟的一个制度来表达，就是收养、领养、adoption， 是咱有时讲过继 adoption， 咱去领养一个人做咱的囝。用这个做比例，要来说明讲，咱嘛是去互上帝甲咱收养，甲咱过继，成做上帝厝内底的囝儿。15节安尼讲，因为恁对上帝领受的圣神，毋是要互恁搁倒转去做奴隶，要生活伫惊吓中。恁领受的圣神，是要互恁成做上帝的囝儿。咱进前第3章、第6章、第7章拢读到，保罗几若解用成做奴隶来描写讲，咱去互罪支配。保罗嘛捌讲，毋莫搁做罪的奴隶，爱做义的奴隶。做义的奴隶嘛，抑搁是奴隶，但是打进入圣神的新生活，保罗真戏剧性转变迄个身份。伊讲基督徒打要互上帝收养到伊的厝内底，做伊的囝儿。做互咱成做奴隶，圣神互咱成做上帝的囝儿。伫罗马社会内底是父权的制度，所以迄个过继的制度真严嘛。你要甲一个人收养做囝，爱经过足侪复杂的程序，嘛爱经过真侪法律的这个过程。因为老爸就是一家之主，权足大的，所有人拢属于伊。但是，一旦爸接纳你做伊的囝，你就通享受所有囝儿的权利。所以，程序非常严格，但是一旦程序完成，迄个身份就带来真大的改变。你甲你过去的家庭切断关系，你通接受新的家内底合法的囝所有的权利。你嘛通成做老爸产业的继承人。就算老爸阁生几若个囝，你的继承权嘛袂受影响，因为平拢是继承人。毋然安尼，你过去欠的债拢取消，一笔勾销，你当享受新的囝儿的利益。这是一个真深刻、阁真生动的一个譬如，互咱回想讲咱怎样嘛成做上帝的囝儿，通叫伊阿爸爸。所以保罗直接讲，靠这位圣神，咱通大声叫阿爸爸啊！阿爸爸啊！这两字放做伙是真特别的表达方式。因为阿爸这字是阿兰文，爸这字是希腊文。阿爸这字代表犹太人的文化，爸这字代表希腊罗马世界的文化。头一个甲这两字放做伙用的人，就是耶稣家己。耶稣伫马可14章36节，咱进前咧读马可福音的时阵，大家还阁会记得，伫克西马尼园内底，
耶稣伫遐生惊，伫遐惊到要死，伫遐趴伫涂骹斗时，大声嚎叫：阿爸爸啊！所以这个阿爸爸啊，诚做一个真特别的称呼。阿爸这字其实是阿兰文内底迄个囡仔，足细汉的囡仔，6、7岁的囡仔，对老爸真亲密的称呼。阿爸阿爸阿爸，甲咱台语共款吼，甲咱台语共款。阿爸阿爸吼，所以是真亲密的称呼。阿爸这字伫希腊罗马世界内底，带有一种老爸迄种的管理吼。真特别，保罗甲这两字合作的，亲像耶稣共款。啊，咱可能会问讲，这个为巴勒斯廷来的这个阿爸这个传统，讲互这罗马世界的人听，因敢听有？啊，其实保罗伫加略太嘛用一解，加略太第4章第6节。啊，这两个教会，加略太教会甲罗马教会，拢是外邦人做主体的教会，表示讲。这个耶稣的称呼老爸这个概念，通过保罗已经介绍予新的这个基督徒的世界内底，所以大家拢会当用安尼来称呼哦。特别伫这个圣神的这个关系内底，叫阿爸，佫特别的意思。因为咱若读《使徒行传》就知影，外邦人诚做基督徒，上要紧的记号就是讲，因有领受圣神的恩赐。一旦伊有领受圣神的恩赐，不管彼得还是保罗，就知影讲啊，上帝要接纳因，要将救恩予因。所以伫遮，伫讲起圣神的新生活的中间，用阿爸爸，这是非常要紧的称呼，咧表示一个新的身份的改变。16节，伫遐讲圣神本身，甲咱的神做伙做证，讲咱是上帝囝子。罗马世界内底过祭的典礼，爱7个见证人做见证，见证讲啊，你真正已经过祭成功，啊，伫遮保罗讲，圣神家己见证咱已经过祭，予老爸，这个见证真要紧。到17节做结论，既然咱是囝儿，就是继承人，是上帝继承人。甲基督平平做继承人，既然咱甲基督同受苦，是要互咱嘛甲伊同受荣光。伫遮三界出现平平，还是一同。咱甲伊平平做继承人，咱要甲伊做伙受苦，咱也要甲伊做伙受荣光。这诚做真清楚表达讲，咱已经诚做。耶稣基督平平继承人，咱若读到8章26、9节，佫出现讲咱就是耶稣的兄弟，这个表达，所以这个过程，互咱一个真特别的经验。咱甲基督做伙受苦，也要甲基督做伙领受荣耀。咱要甲伊做伙来做继承人。过去遐旧的罪已经过消。当咱要继承新的罪，就是上帝荣光。这后一段经文17节到第8章的落尾，这个主题会佫走出来，甲基督同受苦，也要享受基督予咱的荣耀。各位兄弟，今日咱读这段经文，我想会当有两学习的所在，两个小主题，互咱做来学习。头一个就是讲，什么叫做意向圣神的生活？伫遮保罗的表达方式，其实是对反面消极变做正面积极。咱头前咧读第5章到第7章的时阵，咱会记得保罗伫遐是用较反面的方式咧表达讲，伫基督内面，咱通得到自由。迄个得到自由是透放出来，是被动的，是反面的。所以咱第5章伫遐讲，咱对死甲罪甲死亡得到自由。第6章伫遐讲，咱对罪甲自我得到自由。到第7章讲，咱对律法得到自由。英语的表达方式是 free from。咱已经对死、自我、罪、法律得到自由 ，free from。
今仔日进入圣神的生活时，是积极的 ，free fall。这个自由要用来做什么？这个自由要安怎活出来？所以这个自由是有方向的，毋是讲我凊彩要安怎用就要安怎用。到咱读到后壁的时候，就知影保罗讲，自由是为着听，为着服侍。自由是为着听，为着服侍，听上帝嘛，听别人。所以伫遮真要紧的道理咧讲，咱怎样活出一个甲圣神合作、积极主动的新的生活？要怎样甲圣神合作？真趣味，伫第8章16节，保罗已经讲，圣神本身甲咱的神做伙做见证。伫遐已经讲了2个神啊，圣神啊，甲咱家己的神，这2个神会当做伙做见证。咱今仔日咧讲圣神的生活，咱袂免伫想起这今仔日真侪这灵魂派定咧强调的物件，有时阵嘛对咱长老教会做批评，讲咱无圣神。讲起灵魂派圣神，定就是讲特别的文书，你也会晓这，你也会晓迄，你有迄个讲方言的文书，你会晓什么，这叫做有圣神。啊是咧讲外在的表现，咱有时看到迄倒来倒去的迄种的但是伫遮足清楚讲，圣神甲上意向圣神的生活上要紧的，毋是遐特别的物件，是逐工日常生活内底，你着经验会到生命的改变。伫你的生活中间看见生命的改变。有一位天主教学者用一个足好的比例，我甲伊看读这个比例，我感觉真有意思。伊用头甲枕头做一个比喻。伊讲咱的头倒伫枕头的时阵，迄枕头爱有够软啦，枕头爱有够软。你若去到定翘翘的枕头就无效啊，爱迄软软的枕头。枕头若倒落去，透早起来的时阵，你看，枕头一个凹落去的痕里啊，你的头型迄个凹落去的痕里啊，这个凹痕，迄个空间，迄个凹痕，伊毋是圣神，嘛毋是枕头，是头伫枕头顶头制造出来一个新的变化的形状。咱若讲圣神就是头，咱就是枕头的时阵，圣神所想出迄个正性的稳定，就要正做迄个凹痕，显出讲咱已经有改变的形状。圣神伫基督的核心，咱身躯顶的迄种塑造的力量嘛是安尼。当圣神进入门徒的心内底的时阵，就要带来改变。有时阵互咱活起来，有时阵互咱新的气力。所以枕头本身有一种接受改变的气力，迄个潜在的气力。咱若伫圣神的引出下面，愿意接受迄个塑造，咱的生命就要改变，日日更新，日日更新。我若搁用另外一个，今仔日咱搁较容易了解的例，咱这南教会有侪从事医疗服务的人员，医生、护理人员等等。这个例咱真紧就会当了解。上帝将灵放伫基督徒内面，就那亲像一个心脏科的医生，将一个心率调节器（pacemaker） 放入去一个心脏有问题的人的身躯顶，就安尼，圣神会互这个人有能力、有规律来活出应该活的生活方式。圣神啊，进入咱内面，咱就变做照圣神的法则规律来生活，迄就是一种伫基督内底的新的活命。这是意向圣神的生活真要紧，咱今日当学习的。第二点，圣神要塑造的生活，咱在读这个经文的时阵，咱加减会注意到迄个主词的变化。咱伫第7章读到的时阵，拢咧讲我真凄惨啊！
可怜的我，迄个个人性的我。今日进入第8章，特别为第9节开始，咱就读到恁甲咱，即个复数造出来。所以咱咧读第8章的时阵，特别我古早伫台神的同事孙宝玲老师伫伊个罗马书设计内底，足清楚地表达即项。即个新的生活是群体，毋是干那个人的。譬如第二节讲罪甲死的法则，这就是咧指咱群体活伫即个今仔日即个世界文化内底，不管是古早犹太人迄个律法的生活，还是罗马世界内底迄个阶级的社会，恩庇主从，恩庇迄个恩主甲恩客迄种的生活，什么人有荣耀，什么人见笑，迄种的世界内底，迄个旧的法则，拢会食人教。咱讲吃人的礼教，还是杀人的利器，法律变做定人罪的一个威胁。这个孙宝玲老师特别用香港做中国的武汉做例，武汉肺炎做例。当时头一个武汉肺炎的吹哨者李文亮医师，伊发出警告的声了后，马上接到法院寄予伊的警告的函，讲伊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，伊犯法，伊威胁到社会的和谐甲安定，这就是罪甲死的法则。罪会将社会集体生活扭曲，所以耶稣8章第3节，伫遐讲耶稣有甲咱同款过会犯罪的生活，即句话嘛表示耶稣家己嘛经历过遮的。耶稣知影，即个社会内底遮罪恶的网络、罪恶的现实，罪通过法律扭曲、压迫、操弄，互人贪心、嫉妒、怨恨、暴力、死亡。上帝要怎解决这呢？咱读就知影讲，上帝宣判本性的罪，罪有罪来处罚罪。意思讲，耶稣的告话就对这个旧的罪恶的世界文化提出挑战。无妨定罪这句话。毋是干那讲我个人心灵无搁去有罪压迫，嘛是咧讲，即个社会制度、即个社会网络已经要改变，要逆转，要改变。咱袂当搁用旧的迄个社会文化来互相对待，比较讲你较敖，我较敖，还是咧比较讲啥人较悬，地位较悬，比较人甲人中间会轻视、会对敌。所以，对第9节到第10节，保罗用身体做例，讲咱圣神要带伫咱即个信徒群体的生活内底，咱就要活出一种互相负责任的生活。过去伫罪恶下面，咱拢活伫一种集体软弱下面；搭伫圣神内面。咱要活伫一种集体刚强，集体刚强就是彼此负责任，互相接纳，互相帮忙，成做新的信仰共同体。所以到12节、13节，保罗伫遐讲，毋通阁趁本性的活，就表示讲咱无阁去顺趁遐个旧的社会内底制度。罗马帝国讲罗马和平，罗马和平其实是足恐怖的军事甲霸权，今仔日咱的世界在讲大国崛起，咱隔壁就一个，互咱真惊吓。启示录内底嘛用海兽甲地兽的表达，种种的这种政治甲经济伫遐扭曲的溃烂。所以保罗讲，恁我，咱毋通阁受这种的制度来影响。保罗伫遐强调讲，咱要建立一个新的信仰群体，爱超越种族、性别甲阶级的分别，
搁爱废除过去迄种阶级制度、迄种文化，致到人甲人互相欠债，迄种的自从的关系。新的信仰群体是彼此连结、互相为着彼此的一个新的信仰的共同体。这咱继续第8章读到尾啊，然后到12章开始到最后，拢一直要继续甲咱讲即个代志。咱要共同来建立一个新的信仰群体，即个群体要活出无共款的生活方式。希望今仔日咱对圣神即个主题学习真要紧的功课，也努力来实践伫咱群体信仰的见证内底。咱三到头来祈祷。阮天听人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通过保罗的批信，阮开始学习圣神的新生活的功课。恳求你帮助阮去体会怎样甲圣神正做结连，也愿意受塑造，得到改变，得到更新。伫逐天的生活中间，一步一步有新的生活、新的改变。也因为这个新的气力伫阮的中间，我们要共同来塑造新的信仰群体。恳求你将圣神甲这个新的气力赏赐予阮每一位，让阮知怎样继续跟缀你行信仰的道路。献上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来回应上帝话，信息第177首，信息第177首，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，请起立。请坐。这时，咱要为一名事项来祈祷。第一，12月3号，大讲节开始的准备甲灵修。第二，为12月10号新礼典受洗甲加入教会。第三位，12月10号圣诞大会福音聚会。请咱三个出声同心来祈祷。
这时请莅临这时当咱做结束祈祷。创造天地万物的天父，是生命的主，我们要感谢赐下救主耶稣基督，因着他的诞生，让我们能信靠他，而重新和你建立合一的关系，帮助我们在传扬福音的圣诞季节中，能经历你全能的万有，赏赐丰富的供应，将你所赐的恩典也分享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，带领我们在福音中丰盛有余的来宣扬你的大爱。在降节开始，预备迎接主的降临，让我们的心不再迷失在忙碌中，重新聚焦，在悔改中得到医治与救赎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，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，在降节的光与爱中更多的领受更新，有更多祷告连结在你的爱和真理中。感谢你为我们死，使我们领受罪得赦免的救恩，为救赎福音真道之标记的圣礼典祷告，让受洗及加入教会者得胜，有更新与永恒生命的盼望。为12月10号圣诞下午茶会的福音聚会，求主带领需要福音的人进到教会里，因爱得医治。参与此福音聚会同工准备事工有完善的规划，求主参与在此次的福音下午聚会，看顾保守，将所祈求的一切交托在主的手中。求主聆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时咱来奉献。请大家起立，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。
请坐。请咱献归就无通知事项。第一，今日已经点到大港节第一主日日节，请大家备万心，迎旨主降临伫大人心中。第二，圣诞节期新礼典，12月10号要举行新礼典，请兄姐准备心来领受。内容请咱家己过目。第三，12月10号下晡1点半有圣诞茶会，请黄星星博士分享，请大家赶紧来报名。这个活动有3岁到12岁托育服务，报名请牧区小组长也是办公室来报名托育服务。托育服务报名到12月初6拜3为止。12月17上午1点半有主日学甲少年团体圣诞庆祝会，有圣诞福音局、爱餐摊位，欢迎大家参加。12月24上午10点举行圣诞赞美礼拜，煞接有圣诞爱餐。今日伫礼拜后，伫招待处购买开始购买餐券。12月是阴暗7点半，伫大礼拜堂要举行平安暝节光礼拜，有开放圣餐，欢迎参加。第四，12月15号是世界人权日75周年，欢迎参加12份相关活动，有人权艺术展、人权祈祷会、甲长老教会监控档案个案研究报告。详细内容请咱家己过目。具体消息：田民主者林秀珍的妈妈是许洪模牧师时代信徒。11月20阴暗9点，安孝主怀女婿96年，愿上帝安慰为主。个别礼拜安排伫12月初9上午10点伫大礼拜堂。团契消息、其他消息，请咱家己过目。请田牧师介绍请安。各位兄弟平安，咱有今仔日有几啊位来宾吼。为台南安平圣教会来，陈文娟专家有五位。陈文娟，欢迎哈，欢迎。大同教会骆主力，士林灵粮堂的娄嘉诚甲林宣仪，欢迎哈。因4月要伫咱浙南教会结婚哈。另外有位有住伫艋舺遐的谢怡婷，欢迎哈。佫一位是王志全，欢迎。请咱兄弟也彼此请安哈。咱准备录音信息395首，信息395首，至圣天父，愿感谢你，请起立。
愿上帝平安，还给一切人所想会到的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，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、生活、工作甲服侍，对即时到永远无煞。阿免。请坐，灭岛闭会。若需要带到兄弟，请到礼拜2外面这路迄边雨伞卡。